另外来看一桩悲剧，这是发生伫个家己布地有一搭废弃的主体，互人发现有一个拄出世的查甫婴仔的遗体。警方是查到20多岁的生母涉犯遗弃致死的罪嫌，检方复审要甲伊升压，落尾是互法院甲伊驳回。为生母情绪不稳，案情交代不清。嘉义地检署夜于4月2日完成相验，发现案情尚有诸多疑点待厘清，将定于4月9日在嘉义市立殡仪馆对男婴进行解剖。这个生母是表示讲呢，因为翁婿定定无伫咧厝里，而且呢，因即马已经有饲一个囝，厝内这经济无啥偌好，而且已经无能力搁再饲第2个囝，才会选择甲这个拄出世的婴仔甲放杀。法院是考虑到这个生母呢有承认犯罪，而且经济条件无好，若是无通交保，应该嘛无逃亡的疑虑，所以落尾是驳回伊的羁押申请。